大家平安，时间已平安，经到，咱先来开始。嗯、咱做来祈祷。迄咱，阮的天父，感谢你伫过去风台会落雨，互阮的土地受到润泽，得到济济的雨水的润泽，阮无阁有欠水，感谢你的保守，也今仔日阁赏赐阮有即个机会来组织。三甲要对保罗第一届宣教的旅程来分享阮恳求主你的圣神来甲阮三甲弟弟对即个查考中间得到激励求主你来开启阮心灵的目睭甲耳孔，献上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好，今仔日来讲两个城市啦，吼。就是保罗第一届旅程差不多是已经结束啊。咱拢讲到伊对安提阿出来吼，去到伫即个居比路吼，居比路即个了后，然后即两个城市对遮来到亚大利吼，别家，然后上重要，伊的旅程第一届是伫即个所在开拓教会吼。开到教会了后，伊就搁倒转来吼，倒转来伫即个所在，然后搁转来吼。咱要来看伊最后的旅程，就是伫即个阿大利甲阿大利吼了后，倒转来伫即个安提阿即个所在，这是今仔日咱所要讲的两个城市吼。这个所在原本是有一个国家伫罗马开始进前，就是咱即马咧讲的土耳其，伫罗马进前本地是另外一个国王咧统治，然后伊就战败，就将即个国家的国权交互罗马政府，也慢慢伫罗马伫即个所在就统治，就有设几个省份即个。这个阿黛利的省份叫做蓬菲利亚，伊的首都是别加，吼，伊是一个港口的城市，吼，大概是互咱知影，吼。伫这个城市阿黛利，伊是比咱来讲的新约圣经搁较早就已经存在一个真发展的城市，港口的城市。咱倒转来看拄则即个图啦，吼，即个图伫即个所在吼，咱看吼，这是亚洲的上西边。那地图若去看的时阵，即边就是欧洲，吼，这边就是欧洲了，吼，欧洲即个所在，吼，所以亚洲伫即个所在，若要落来伫下面，下面才是非洲。吼，要落来，伊是一个足重要的所在。举比如吼，伊是一个足重要的中途站，所以是一个咱咧讲的行业啦，吼，也是讲军事等等足重要。所以阿黛利嘛真重要，变做一个真重要的港口，军事也好，交通也好，吼，伫这个所在伊就真发展，吼，真发展。咱知影伫保罗伊要第一届去时，伊对海路对地中海出来，对海路伊就对即个大个海港来去然后去到伫即个亚细亚，就是即摆的即个土耳其的即个中部伫遐咧宣教，然后又倒转来吼，倒转来伫即个部分安尼吼。伫即个地理的顶悬，咱会看到讲，伊是结束了后，就对即个所在就倒转去伊受差派叙利亚的安提阿遐，然后伊就伫遐来甲遮的同工来伫遐见面，伫遐分享伊的所宣教的一个结果啦吼。阿代志吼，原来的即个名称伫希腊文吼。读起来是较无啥像阿黛利的即个翻译吼，伊叫做
阿他雷用吼，雷阿旺吼，所以咱翻译顶悬往往有一寡困难啦吼，因为咱的发音甲因无啥共款咯吼。好，咱来看吼，伊是伫主前150年就已经起来一个真大的一个海军的基地吼，咱拄则有讲。伊是伫军事、伫交通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所在。啊，然后因伫战败了后，就甲即个罗马即个整个的国家吼，咱知影过去的王吼，伊的领土是足大吼。这有几个原因，就是讲，咱知影过去的人口嘛无限制，吼统治一个区域了后，其他就是拍远啊，伊就也毋免，伊若无野心，伊就免去去攻打别人，伊就统治迄个像咱咧讲古早伫欧洲是迄个啥物诸侯治国吼，慢慢这普鲁士啦，遮个国家因才开始开始扩展，甲遮个诸侯大概这是嘛是这个情形吼，伊本来是一个地方王尔定，伫罗马开始扩展了后，因就也来甲伊即个收入伫罗马的统治的下面啦吼。我拄则有讲阿大利成做一个即个省份的一个真重要的港口，但是伊毋是一个首都别加吼，别加才是伊的首都，庞菲利亚省的首都是别加，伊是伫别加的南边的一个重要的军港口吼，当个对地图遮来看真清楚吼。好，伫主后130年的时阵，罗马的王捌来到伫即个所在，当然伊嘛有起一寡建筑伫即个所在吼。伫咱的讲主力的第5世纪，就是 A.D. 吼，第5世纪应该是差不多400年以后到500年，这叫第5世纪啦吼。所以伊伫遮捌来起做一个主教中心啦吼。诚做即个迄个当时而且嘛真重要的一个宗教中心伫即个所在吼。所以咱来看讲，阿大利其实伫保罗第一届宣教了后，就渐渐成做一个教会发展足重要的一个基地。所以即个城市就渐渐就变做一个地方的首府吼。拜占庭的时阵就变地方首府。海运的中心、海军的基地吼，等等遮的吼，咱来看讲伊的地位愈来愈重要吼。咱也知影，咱伫迄个帝王的国度伫占来占去的这中间嘛，捌换别个国家吼，奥图曼统治进前，捌去互即个别个国家来统治，才做因的首都安尼吼。到1920年的时阵，伊阁是一个真无介大无介大的一个农业小城，但是伊是一个交通真重要所以足侪人咱会知影讲，在地人无介济，但是足侪人是拢经过遮，所以伊成做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城市。但一直到1970年，旅游事业发达了后，成做一个100万的城市啦吼。这旅游事业发达吼，基督教吼有足大的贡献。为什么？咱若圣地旅游，若要看这个保罗的这个行程，差不多拢会对遮来上岸，对遮去哩吼。这个我诚做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所在吼，观光的所在吼。咱伫《使徒行传》14章52、60就看到讲，因伫迄个亚细亚，就是托尼基的中部宣教设立教会了后，就对即个别家阿大利就倒转去伫安提阿，这是咱今仔所看阿大利即个所在，圣经所记载的经文啦吼。好，这大概就是阿大利咱所要知影的吼。保罗去到遐，伊无特别伫即个所在有起造教会，也是安那，但是伊是一个交通真重要的要点，所以伊进出拢对即点来吼。好，伊倒转来伫安提阿吼，安提阿
安提阿吼，咱连面我会阁讲啊吼，安提阿伫迄个附录的中间，我会小可讲到阁较济当初是安提阿的代志吼。这个安提阿就是在叙利亚，就是犹太地的北边吼，伫这个所在的一个城市，对基督教的发展来讲是非常重要。安呢，伊是伫陆上交通非常重要的一个必经之处，就是迄个咱咧讲的亚洲，对，从西方国家看的亚洲的一个起点，就是犹太地，要去到伫迄个欧亚边界，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亚细亚必经之地。伊嘛是对非洲陆地要起来必经之地，然后非洲起来遮，搁要通到亚洲，伊嘛是必经之地，所以这个咱讲犹太地是一个纷争之地的原因甲这个嘛真有关系啦，这个咱看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伫咱的地图顶管遮，伊伫遮，那这个就是欧亚的一个板块，交界的板块就是土耳其、亚细亚。那这边是正确的亚洲了，正确的亚洲开始的地方了，好，阮昨去迄个去野外礼拜探路，阮有去了后去看这个淡江教会，伊是一个独立的教会，我真感动是伊牧师甲传达互所有的会友讲，教会毋是干那咱好就好，所以伊伫即几年中间，伊去咱全国逐所在，也捌用脚踏车伫今年伊嘛来咱教会拜访，甲伊交谈因伫因教会上顶头高楼的所在呢，伊有放一个应该毋是讲放一个放几下的迄个条每一个条就是全世界倒一个城市是大概这个角度，倒一个角度伊迄个伫迄个因教会入口的所在，嘛有放一个涂骹一个棒，就是讲耶路撒冷是对这个所在去几千公里会远的所在用安尼咱就伫遐想讲咱台湾迄个是安那耶路撒冷伫咱的西边咱会记咱叫做远东。咱叫做远东，所以咱是亚洲的上倒位上东边，叫做远东 Far East 的意思就是安尼，咱是亚洲的上东边咱过太平洋了就变做哪美国就是咱是亚洲的上东边，所以耶路撒冷伫咱的倒一边，伫咱的西边，阮昨有小伫遐咧讨论这个啦当然，迄个淡江教会牧师伊就传达互伊的这个教会的所有的兄弟，为着所有全世界的教会，为着台湾的教会祈祷我想这是一个学习嘛是一个提醒啦保罗伊就嘛是安尼，所以开始这个外邦土耳其这个所在咱大概知影好。咱伫圣经内底有熟悉两个安提阿，我阁甲咱强调第一个就是差派保罗出去的所在，这个安提阿。过来另外一个就是保罗第一届行程有去，这个安提阿是伫土耳其，当初是叫做亚细亚亚细亚伫咱咧讲的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非常重要。伊是宣教师的差派中心伫当初时，过来另外一个就是咱伫圣经知影讲，基督徒被称作基督徒的起源伫倒位，就是这个安提阿伫这个所在，因为有一群人因的生活、因的自执因的做法，足成耶稣的款式，所以因就称伊讲迄个基督。咧对耶稣基督的Christian 对 Christ 去变出来一个字安尼，再互咱大概知影。伫地理的中间，伊嘛是一个足重要的一个咱咧讲交通也好，还是讲这个
军事吼，咱过来小可看这个地图会较清楚啦吼。下骹是非洲，非洲若对着要起来会经过遮来去欧洲，吼，要去亚洲嘛会对遮吼。咱知影阿伯拉罕受护着是对两河流域安尼受护着来，吼，咱知影吼。所以因要去遐是会驶过遐，因为呢。即边则是较远的所在，有沙无啥物因会对安尼驶过去安尼吼。这是伊一个真重要的一个交通的地点嘛好伊搁无偌远就一个港口，所以伊甲港口差不多是连做伙啦吼。好，伫主前吼，B.C. Before Christ 吼，主前吼，主前301年的时阵。这个城就已经起好势啊，是一个叫做西流基，西流基王叙利亚王伊所起的，捌有一段时间伊就伫遐真重要。当然，咱知影受到希腊啦，受到罗马的统治，伊整个的文化、语言等等拢会改变，但是伊有留落足侪真好的学问，也是讲艺术，伊伫伊即个城内有足侪真水的建筑，咱讲希腊也好，有拢有足侪真东方的即个建筑，后来呢，伫罗马统治的时阵，变做罗马帝国的第3大城。第一大城是罗马，第二大城是亚历山大，第3大城就是即个咱咧讲的安提阿，所以伊罗马的。这个地位原来算真悬啦，算真悬。伫这个所在当然犹太人真济，因为伊离耶路撒冷真近。咱嘛知影讲伫初代教会拄开始的时阵，保罗因拢组织伫这个所在有真济的这个信徒伫遮，所以咱会当伫迄个使徒行传14章、15章，会当去看到讲，咱的耶稣的门徒有派一群人去咧伫。安提阿要来解决外邦传福音的代志，所以伫安提阿是足重要的一个，原来是伫基督教的宗教中心，伫即个所在，这嘛是一个所在，诚做基督教中心以外，上早设立会堂，搁有即个教父学校呐。咱即马要来讲教父学校，会通。讲亲像迄种即个新学院嘛会使啦，是类似即种的伊就是咧训练即种神职人员的一个所在然后但是伫11世纪过去互土耳其占领搁拄着地动，所以伊就渐渐来无搁再遐尔发展啦成做一个小的城第3世纪到第5世纪中间有30摆的教会基督教教会大会伫遮举行啦咱拄则倒来拄则迄个所在11世纪才慢慢来败落伫第3纪到第5世纪即中间，伊有足重要的一个教会的中心拄则已经讲的，讲因伫遐差派宣教师，你像讲保罗伫。今仔日咱读的讲，伊第一届宣告了后，倒转来是去安提阿，毋是耶路撒冷数字是安提阿数字，是因为伊伫遐受差派所以伫即个所在伊有召开有几啊摆的即个大会，基督教的大会伫遐讨论，包括外邦基督徒的代志，因嘛是伫遮咧做解决虽然是对即个耶路撒冷派人起来但是因有即个真重要的地位伫遮有几个所在经文有提到安提阿的就讲伊是管即个尼哥拉，即个伊是管理会堂食饭的7个执事之一，伊是安提阿人使徒行传第11章19节的所在，司提反的事件的时阵也有即个伫。安提阿犹太人讲道伫即个所在，咱会看讲，伫安提阿也希利尼人来传讲耶稣因伫迄个所在，因为司提反受到困迫顺道了后，
这人散开，因就安提阿是一个真重要，因为伫耶路撒冷因受到逼迫，所以因逃走，逃走要倒，因当北边去吼。安提阿是一个真大诶所在吼。11章22节，耶路撒冷教会来差派巴拿巴出去，叫安提阿为止吼，拢有讲到这个安提阿，所以伫当时是非常重要，时常被提起吼。巴拿巴佮往大数去找扫罗，并且带伊到安提阿，伫遐1年诶时间，甲教会做伙伫遐来聚会。门徒称作基督徒，就是对安提阿开始吼，这就是牧师一直咧讲诶，这个叙利亚安提阿最重要诶，就是这个部分吼。11章27节，迄个日子有几个先对耶路撒冷来甲安提阿其中一个叫这个阿加布，这个吼，咱来看讲伊安提阿伫当时是真正是最重要。13章第1节，伫安提阿诶教会中间有几个先知甲教师，就是巴拿巴、西面、路求、马念甲扫罗，因受到圣神诶感动，就来差派巴拿巴甲扫罗吼。所以我嘛一直咧甲咱强调，保罗是对这个所在受差派去亚细亚，就是托尼基来传福音。咱来看讲，因对亚细亚诶阿代利来倒转去到安提阿这个所在15章我拄则讲诶，耶路撒冷诶使徒就是耶稣诶门徒甲长老，因着差派一寡人来遮嘛差派保罗甲巴拿巴去安提阿去吼。所以安提阿是即个耶路撒冷以外，佮另外一个足重要诶即个教会中心啦吼。我有放资料互咱来看，我就无搁再一个读啦吼。互咱知影讲，即个所在是遮尔重要吼，即个重要。伫加拉太书嘛有提到吼，彼得嘛是到安提阿去吼。好。所以咱来看讲，即个经文内底有讲到足侪人，伊足侪人伊无一个提名，但是伫即个足侪人的即中间呢，因就渐渐成做基督徒。不但成做基督徒，伊嘛受呼召成做学生，然后受选的人就成做长老。所以咱会看讲，慢慢教会的体制伫遮咧建立的中间。伫即个3个阶段，我大概特别咧讲讲。遮侪人，亲像有一寡人咧对耶稣，咱叫做啥物 ？followers 军队者，耶稣走去倒，伊就去倒去听福音，所以遮个人是搁咧军队尔定，然后爱诚做，毋是诚做即个要去找耶稣，也是讲倒一个牧师真够讲，毋是停伫遐尔。开始来爱诚做学生，你知诚做学生是足重要的诚做学生必须爱有一个卫生啦，就是讲你开始选择你想要踮倒一个老师的门下去学习，所以迄个时阵，耶稣就有足侪学生来对伊，所以咱知影伊12个学生对无？但是伊毋是干那12个学生哦，咱知影伊阁有捌差派72个出去对无？伊嘛是个学生吼，所以伊有足侪个军队者中间，伊开始竞选一寡学生，这学生就决定要来对耶稣来学，这还佫无够遐，安尼讲诶，即个基督徒过来爱做门徒，过来爱做啥物诶？爱做使徒啦，受差派，长老也好，执事也好，即几礼拜牧师伫咧周报后壁囥遐，就是讲要爱提醒咱知影。咱每一个人拢有受呼召，但是咱有无共款的阶段的学习，甲调命伫咱的中间所以伫这整个保罗甲巴拿巴受差派出去，有几项足重要的代志，伊伫做。当然，第一个就是传福音。若无传福音，基督徒就无存在的必要请咱会记这项代志。所以基督徒基本上就是爱受呼召、受差派。保罗有一个决心，就是伊要去到要未得的所在，伊无爱伫人已经有宣教的所在这是伊足清楚伊家己的方向，所以伊就开始往外邦来去行。伊到看到迄个所在若拒绝，
伊无伫遐咧丢毒，马上骹步站站的就离开，因为耶稣捌安尼教示，伊就去继续传福音，继续传福音。其实保罗即个嘛真做最近一寡教会开始咧思考，咱的教会要创啥物货？咱招人入来，咱敢我知影有足侪教会也是讲牧者伊感觉讲，入来莫讲伤侪迄个福音啦，无人会无爱来啦吼。但是即摆咱有真强烈另外一个想法，伊若无爱来，咱毋免用伤侪时间，咱要传福音迄个要来的人，所以用咱有限的时间，用有限的空间。来甲遮个有愿意拍开心门的人来传福音。我想伫保罗伫耶稣的时代也有讲真清楚，无接纳的所在、拒绝的所在，较暂暂的离开，继续去传福音。因为安那时间无久啊，爱赶紧做工吼。那传福音伫耶稣伊交代大使命的中间，我那互咱真清楚的一个提醒吼。就是保罗伊嘛是安尼吼，伊保罗做的就是即句话啦吼，去招万百姓做我的学生，甲因行洗礼，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不过保罗共洗礼的人无介济吼，无介济伊要甲即个提摩太行割礼，是因为提摩太要服侍，咱前边有讲到吼。好，所以伊伫遮传福音以外，伊来兼顾学生。面对侪侪传统的即个道神的崇拜，需要互因一个真正确的一个教育，互因伫遐会通面对即种道神崇拜的即种挑战，所以伊需要来兼顾。伫圣经甲咱讲，使徒行传14章22节伊即个经文英文的经文讲真清楚，伊甲因互因即个我有放红色的即个 training 互因来强化因啦佮来来鼓励因互因会通依持伫迄个真理的信仰的顶悬 ，remain true to the faith 所以足清楚，伊就是伫坚固因、鼓励因，互因会当坚定，无去着摇拽。因所面对的大概两个方向啦一个就是咱拄则讲外邦道神崇拜，另外是一个犹太教将因的文化带入来伫教会内底，咧挑战基督徒这拢是异端咯然后我拄则讲对真做军队，正做基督徒，过来做门徒，过来正做受呼召、受拣选的，所以开始伫遐来设立迄个体制当然，长老我是搁跳过一个，伊嘛有执事伫初代教会咧管理教会一寡行政事务。基本上，咱即摆长老教会也是讲改革中的教会制度依持保罗迄阵创设的即个制度，搁算真共啦无改变介济无改变介济。所以竞选设立长老犹太教的会堂的长老，甲是无共款的伫即个所在咧开始管理建立教会体制伫即个所在看伊讲伊开始有即个体制的即个中间，教会就会当家己来运作，所以保罗就会当去去到另外一个所在去开拓教会。如果保罗伊无去建立体制，逐项代志拢爱家己做的时阵，伊就无法度离开去后一个所在来开拓教会。这是足重要的代志，所以伊伫这个所在英语讲 appoint elders for them in each church，就是讲伫每一间教会内底，伊就去指定去训练，咱即摆咧讲的叫做门徒训练，互因伫遮来得到上帝的呼召，伫遮来依持一间教会，这是足重要的一个所在所以伫每一间教会，伊都拢安尼做。去传福音，去训练人，去关心坚固因的信仰，然后设立体制，互因有训练长老来管理教会所以体制其实毋是教会的目的啦但是当一个群体行到一个较有一个size的时阵，就必须要安
必须爱有体制，若无体制，一定乱。亲像阮昨去参观即个淡江教会，因本地是干那做礼拜一个所在，结果因即马去买一块土地，搁起这礼拜堂，拢总开4亿外了后，因开始去接即间大楼9楼半，地下室有2楼停车场，伊开始要安怎？开始建立管理的制度。我听因咧讲，因咧安怎管理，安怎来慢慢咧建立时，我真感动，因为因爱用足侪时间去做遮个制度出来。但是这个制度毋是目的，这个制度的建立是要爱互大家有处事，然后安怎来敬拜上帝，敬拜上帝才是目的。所以伊讲，因伫遐嘛，互青年算位，但是因所有的位的游戏拢安怎爱审核过。因有准的才会当算所以毋是讲凊彩伊就好啊，伊伫遐咧做管理，空间啥物人要借，拢爱登记，当时要走，有关冷气无？因就做足侪的管理所以即个管理嘛，咧学习咱伫上帝殿内底有安怎有规矩即个是足重要的。遮个体制毋是目的，但是即个体制是要帮助咱更较专心来敬拜，还是讲来上帝国这是即个目的。所以伫即个中间，咱看见讲伊伫遐来传讲道理，咱若看保罗每到一个所在，伊就进入犹太会堂创啥？开始读圣经，开始传讲主的道理这足重要的所以伊伫迄个所在，拢用迄个信仰的基础做出发点，然后开始甲因伫遐分享。过来真勇敢来传达即个国外的耶稣基督，伊伫遐无惊吓当然因伫遐个所在来坐船来出去咱看讲伊伫遮互咱知影伊的即个做法啦反正就是讲，咱对保罗甲巴拿巴所受差遣的，就是传福音，无论去到倒位，因拢是安尼去到咱讲未得之地啦将上帝的话来甲因分享。然后去传福音无接受的，因就无搁伫遐开费时间伫遐过来伫迄个所在来建立服侍的制度长老是教会管理者伫长老教会其实是用长老咧管理教会执事是咱咧讲服侍的团契，所以咱有中执会长老甲执事做伙服侍长老智慧是啥物观念？就是讲阮若用美国的长老教会体制，牧师，阮通常做伙，阮无用牧师来互相称呼，阮互相称啥物诶？教导的长老 （teaching elder）。咱的教会长老叫做 ruling elder， 是管理的长老。合做一个伫教会的教育甲教会管理做伙进行就对用安尼的一个方式所以设立这个长老，其实是咱咧讲建立教会的体制毋是停留伫讲报道式的咱知影一寡咱讲灵恩教会兴起，就是对体制的反动啦是讲咱伤过体制化了后，单好像死沉沉的一段时间了后，灵恩教会就兴起来是安怎？因就较活泼，没有受到很多的限制。但是呢，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灵恩教会现在也都体制化，因为人数多了，你不体制化，无建立教会制度，你就无法度管理但是伫教会体制中间要安怎个会当活出活泼的信仰，这是咱爱去思考的方向啦好。所以教会体制培养长老，讲咱爱受训练咱爱受训练，就是讲像讲中会定定会提供一寡训练的机会，咱就爱去训练爱训练查经训练爱传查经，爱服侍等等的，咱拢受训练。伫这体制中间，咱才会慢慢来长大啦慢慢长大好。咱来最后来讲到这个安提阿啦安提阿拢总有16座城同款的名啦，伫当初时伫当初时有16座16座所以毋是
毋是讲干那咱知影即两个尔定吼，咱知影讲，你若有机会咧读当初时的即个历史记载中间，有16座吼，即个原因是因为叙利亚王西流基为着要纪念伊的老爸。所好的啦所好的，所以咱大家知影即个物件啦安提阿伫咱知影，伊是一个伫即个亚洲即边耶路撒冷北边遮真重要的一个地伊嘛是因为伫迄个荒漠，所以它有很多的泥沙有一段时间伊就真肥但是过一段时间，因为山真济，伊的河流就塌掉诶，佮改道啦所以咱会大概知影伊的即个背景，是安怎安提阿伫当初时会遐尼济人，诚做罗马帝国第三大诶城市，有伊的原因甲伊的背景伫迄个所在当然伫罗马统治诶时代，也是讲伊较早前诶希腊。伊有足侪真水诶公共建筑，因为伊第三大诶城市，然后就吸引真侪真侪人来到遮。但是希罗诶文化、希腊罗马诶文化也带来足无好诶文化。咱知影竞技场公共浴池带来足败坏诶一个风俗甲伦理的危机啦当然有两种诶，即个势力来攻击啦就是咱看讲有政府官员诶集团，就是较咱讲high society 就是讲较变怎讲官员啦、诸侯啦、有钱诶人啦另外一种就是犹太人犹太人足团结诶基本上犹太人出去外口是足团结诶因伫遐诚做两个足大诶势力伫遐影响伫咱所知诶即个叙利亚诶安提阿呢，伊足早就诚做基督教诶一个中心因即个政府官员提供警察医护啦小可有小可甲犹太人甲地方有小可咱咧讲诶某种利益的结合啦即种问题毋是干那迄个时阵有尔无输伫美国所大诶所在叫做Orange County，有一个真大诶城市叫做 Irvine，Irvine 大概发展40几冬尔定，但是伫即20几冬内伊发展了足紧诶。台湾若咧读迄个建筑诶人我听讲有机会着爱去欧洲参观古早诶建筑，过来着爱去 Irvine 去参观。因为 Irvine 就是咱即马台湾常常咧听到叫做人车分道的别墅的起发，是对 Irvine 来。好，Irvine 所有的土地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差不多去互美国的军方征收去做机场、做秘密武器的研究基地，即马拢偷放出来这个土地什么人的？一个叫做 Irvine Company 拥有的。Irvine Company 的头家是犹太人。好，Irvine 这个城市即马是目前伫全美国上安全的城市头几名。是安怎会当发展遮紧、遮尔好？就是呢，Irvine 这个Irvine Company 这个犹太头家就甲 Irvine 市政府讲，你甲你的警察局讲，如果会当依持911电话卡2分钟内，警察、拍火车、救护车拢总到，警察的薪水我搁读一倍起这个就甲安提阿的当初时的情形共款，所以警察拢足拍拼电话一来尔砰就来就感觉讲真安全啦真安全但是阮的囡仔讲Irvine 是一个 bubble city 啦，这意思是安怎？离开遮就无亲像即个城市共款伊讲迄是一个假象而且Irvine拢无迄个流浪汉，为什么？只要有人报流浪汉，伊就甲送去别个城市
用这种的方式，所以迄是一个阮囝咧讲的有伊的意思，讲那是浓妆艳抹打扮出来的安全城市啦，吼，好，这就是当初是安提阿嘛是安尼吼，耶路撒冷基督徒为着要闪避，我拄则有讲着，就是拄耶稣去互领去开始迫害教会司提反顺道迄个时阵，因就开始四界逃走，上济就是走来安提阿这个所在，巴拿巴、保罗嘛伫遮来受训练，然后受差派，基督徒嘛是对遮开始吼。咱嘛知影，这个所在拄则讲的大公会议嘛，伫这个所在捌召开过，有真侪的教会训练拢伫这个所在。大概伫第3世纪甲第8世纪的时阵，才成做一个基督教的神学真重要的一个中心吼。安提阿出足侪神学家吼，亚历山大埃及的教会甲遮变做是两个真重要的一个这个神学的发展的所在吼，发展的所在。西流记我用维基百科大概互咱大概知影，伫马其顿帝国的时阵有分割吼，伫亚历山大征服了后，伊就慢慢来归属伫这个西罗的这个统治内底啦吼，伊是一个伫罗马之前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将军啦吼。所以咱伫圣经内底，我那会看到伊的名变成做地号名啦吼。你像讲安提阿，拢总有10几个城市拢叫做安提阿吼。咱若阵讲有机会去到伫像德州也好，也是加州，甚至你有机会去到墨西哥也好，你会听到足侪人的名叫做啥物？叫做 Jesus。Jesus 吼，就是 Jesus。西班牙的发音啦，就是讲因的生远的人嘛是安尼吼，对一个有名的人的名，伊逐个拢会甲号，拢会甲号啦吼，拢会甲号安尼吼。你想讲即马英国的国王叫做啥物 Charles 对无？但是伊本地毋是叫这啦，伊本来是要号做查理啦，吼。但是伫英国的查理吼，前2个拢去互国会甲安那。改斩头，所以就后壁佫小改一下吼。因的名拢会安尼，隔代，也是讲啥物？后代会当甲号这个名起来吼。这互咱看到讲，西罗基伊的领土吼，因为足厉害的一个王安尼啦吼。咱大概知影。做咱一个背景的了解哈，这跟圣经较无关系啦，就是让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它的历史背景这样子哈。伫亚历山大帝国开始兴起等这西方历史可能咱都爱去小可去看者安尼哈。大概互咱大概知影这个过程安尼吼。不过较重要就是咱咧讲到这个。保罗伊第一届宣教整个的旅程中间，也互咱一寡启示啦吼。伫去到一个所在，用宣读上帝话做基础，做出发点，然后开始传福音，然后开始训练吼，开始建立教会制度，开始呼召教会同工，然后互教会开始来建立。其实保罗甲咱设立一个足好的即种报道所开拓的一个咱咧讲的步骤啦，吼。但是咱若阵会通安尼做时阵，其实教会咧发展会足紧，嘛会足健康啦，吼。好，就到遮，甲咱三个分享到遮，看有啥物问题要问的无？老师，这个安提奥甲另外迄个加拿大安提奥，加拿大安提奥有啥物特点？
伊较无啥物特点，伊是嘛安尼是一个交通要点安尼啦吼，就是讲，因为伊是伫即个土耳其，就是咱咧讲诶加纳太，即个伊是土耳其诶中心点。欧洲，啦对你来看，欧洲是对即边来，要去到伫犹太地也好，也是要搁继续去到亚洲，拢会去经过遐吼。嘿，伊是保罗，你也注意看吼，保罗去宣告一定找人侪诶所在，过来就是找犹太人侪诶所在。所以咱来看圣经，伊第一个先去犹太会堂去甲因分享圣经，所以基本上就是讲，遮拢是大城市，有介侪人伫迄个所在，特别是犹太人伫遐个所在，咱知影讲这是外邦地，伊所面对的犹太人真济，伊对遐做教母，做一个基础点，然后就开始伫遐来传福音，伊伫即个加勒泰会去到汉济所在，搁另外一个真重要原因，伊拢毋是计划讲我要去倒去，要去倒无，毋是吼。伊就是伫迄个所在开始传福音，受到欢迎，开始讲到国外基督，去互赶，讲到讲恁拜的拢假神，就去互赶，去互拍，也是甚至人要甲杀互死，伊就搁逃走到另外一个，所以加勒泰迄几间教会基本上是安尼去开拓出来，嘿，伊会去加勒泰即个安提阿是嘛是因为伊是一个大城市的原因。哦，谢谢。所以讲，亲做基督徒是为即个叙利亚的安提阿遮。对啊，对，嘿。有无？好，无咱就请文牧长老带咱祈祷，后礼拜咱讲第二个行程，好，来。好，咱同心来祈祷。主必听人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阮一个清静的暗暝，通对遮来学习保罗第一摆传道，看到伊真有特殊有方法、有策略来将福音传出来。伫助力圣神亲自的引带中间，伊顺服圣神的引带，到伫每一个所在，将主国外的信息伫迄中间来将福音到伫外邦的所在。阮今仔日才会当有即个机会伫台湾，也是伫其他的所在有即个福音，通互阮来得到。主，阮感谢你伫台湾的社会中间，犹原有侪即个无名的传道者，因伫每一个时代中间将福音传承。主，阮求你继续带领到阮三角地带，帮助阮伫阮的家庭中间，伫阮的周围中间，阮会当将助你即个国外即个天国的好消息。会当伫阮周围来传播，主恳求你祝福带领到阮三角地带，保守阮头前的路站，拢伫咧主你看顾带领。阮要死散会大声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Amen。好，谢谢，多谢。晚安。晚安，拜拜，拜拜。谢谢。